葡萄牙喺15至16世紀引領一個大航海時代的誕生，憑着先進造船技術、導航科技，建立人類歷史上首個橫跨歐、亞、非、南美洲嘅海洋帝國。15世紀初，恩里克王子喺葡萄牙薩格里什成立歐洲首間航海學校，召集一班地圖繪製師、航海家，為葡萄牙未來海上擴張奠定基礎。波圖杜羅河呢條河不單止將波圖與對岸釀酒重鎮加亞新城一分為二，更孕育咗享譽全球嘅波特酒文化。杜羅河有條橫跨兩岸嘅大橋，路易一世，雙層鋼鐵拱橋，遊人可以沿住上層行人路與電車同行，可以從高空俯瞰整條杜羅河。而大橋另一端則是富有濃厚歐陸色彩房屋里貝拉區。遊客可以乘坐小型遊艇飽覽大橋下兩岸沿途風光。大石角係境內乃至整個歐洲大陸板塊最西邊嘅地方，亦係辛特拉山脈嘅西面。距離里斯本大約40公里，喺羅馬時期亦稱之為偉大海角。當時古羅馬人知道大西洋對岸仲有美洲大陸，因此以為係世界盡頭。喺地理大發現時代，呢份神秘感話題《世界邊緣論》吸引好多古學家記載。對於當時唔知道海域返航嘅葡萄牙探險船來講，大石角高聳石灰岩懸崖係極其重要視覺地標。睇到一座座獨特嘅海角，船員就知道自己已經安全回到歐洲大陸，距離家鄉里斯本近在咫尺。喺17世紀時期，以對抗海盜嘅衝突及保衛里斯本海岸線，葡萄牙人喺大石角建造一座防禦建築物羅卡堡。喺18世紀末半島戰爭中，仍然發揮監控海岸重要作用。現今嘅要塞只剩一堆殘垣。Picking up the bread and wine like we've done a million times.